本集由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以台湾林福堂四圣大宗师赞助播出。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互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好，咱就开始。大家好，嗨，你好，大家好哦！我来自宜兰的雪红，这开无开？冇啦，你人会甲我当做什么？你害我一开拢听就是迄个音都爆起，超过啊！大家好，阿迪。咱今日的故事，若有听到咱开头念的迄个赞助播出，然后再讲这集小可无共款，当然嘛是共款有故事，真侪趣味的物件。但是这集是有一个赞助，咱讲干爹干妈客爸客母。这集甲客爸客母确实是有关系。但是就是这个咱当讲到台湾文化资产，台南文化资产管理处，台南市啦。这都嘛对，麻烦你讲人的名称讲较清楚。文化资产管理处。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甲这个台湾林福堂四圣大宗师，这个诗姓嘿，姓西的西，这伫台南应该是大家族啊，非常大的家族啊，嘿，应该是咧五条港迄边哦。咱嘛会讲着小可讲着五条港的代志啦，嘿，互大家了解一下。咱当其实录音的时阵已经7月初鬼门开过啊，7月初的时阵伫市场。有伫做即个，阮遐伫做普渡吼，伫普。遐较早就伫普啊。嘿，每一个所在其实无共款嘛。那过去来讲，旧历7月是普渡的时间，就虽然都合规个月、正个月，其实4个拢伫普啦。7月每一日拢会使。其实一直到蒋介石的时代，会甲讲规工逐个拢伫普吼，真济啊，伤劳民伤财吼，所以到尾才会想讲无咱就定一工就7月半吼，逐个迄时阵普。但其实各地拢有各地即个习惯。但是即嘛啦，民间是拢安尼啦，有些厝边头家己招，有些是看家己厝内。大家拢无介意家己一个做啦，一个拜。无啦，即嘛，因为吼，迄个主题区诶来讲吼，比较较无像讲安尼以早安尼规年诶，但拢是家己厝诶方便嘛。上班啦，有些囡仔拢配合囡仔都合啦，安尼对，一个就是配合家己自由诶时间吼，第二就是大家有当厝边头尾吼，大家就小少一个，因为大家都是感觉讲，毕竟即个普渡吼，拜好兄弟，拜老大讲老豆妈，若干那我一个，拢走来我遮，干那嘛好，但是大家就讲大家做伙啦，嘛较闹热啦，是啦，比较较闹热。若一般一寡事业单位啦、公司啦、机关行号啦，吼管大楼迄款的管委会，大家就是拢会固定一工，可能即度较我公普的方式，咱讲普其实分私普、公普啦，公普就是请神明来做主，大师爷，咱之前嘛讲着大师爷。所以就有即款无共款，即个共款，我家己诶工作单位，我做工课单位嘛是有即个，阮家己有普，当时迄工嘛是阮迄边诶即个公普诶时间，阮家己嘛有做普就对。头家嘛毋是算头家啦，我顶时就讲共款今年迄个文书，或者数文吼，大家了解者为说华语汉字写做文书，书就是梳理诶书吼。但是一般定这字台语念做书或者写，比如讲你这个白较细者，莫较密，迄个写。但是因为即个所在伊有甲即个告诉乃论迄个书诶意思，伊嘛念做数。就是说文书或者数文，有些讲法拢会使安就对啦，或者文书或者数文。简单讲就是我要开始进前来禀报吼，就是比如讲神明还是这侍奉的好兄弟啦，老大讲老大妈啦，咱准备啥物物件，互大家来使享用了总是爱先讲一下吼，叫做
讲称呼一下，这就做文书，叫素文安尼。我就想讲今年伊佫叫我念，我就家己来写啦。所以今年练这个文书嘛，是我家己写，家己念。我其实有放伫这个 Facebook 顶悬，就是甲大家分享安怎比如讲这个腔，做司仪就对啦。比如讲这个腔可能念起来就跟平常时讲话佫无完全共款。我的音管音调嘛，甲一般讲话拢会无啥共款，开口嘛无啥共款啊。比如讲咱一般讲时间都中华民国几年安尼。但是伫内底可能讲中华民国7月初，旧历7月初两神代，其实就像安尼，讲话方式也无啥共款，真趣味啦。看所在啦，其实我无学过，就是看人讲话，感觉这个腔口真趣味，这个开口敢若这个时阵会用着，平常时你袂安尼讲话，我懵学，嘛无一定讲真正遮厉害，也是讲学甲真正遮有够开啊，但是总是讲咱懵试看觅，真好耍。我做了就是拜了，就是我会讲嘛，比如讲今日是某咪什么所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因为其他有一寡单位甲阮做伙谱，拢爱讲禀报，讲赞助嘛，拢爱讲出来。有一个人来做代表嘛，所以比如讲某什么财团法人什么单位，这个理事长带领全体会员一同。讲敢若强要伫做丧迄型去。其实迄嘛是算讲一款文书，就像你讲丧事因伫禀报，其实小可共款，只是讲，因为你若是丧事是我所有人拢爱念出来，因为就是讲咱后代向来啊，你互时代知影。但是这个拄好无共款，因为你谱无希望讲所有人拢知影，所以拢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公家机关的讲，这个单位的名，代表人对，比如讲比如讲台北市可能台北市长像带领所有全体员，绝对袂甲大家名拢讲出来，所以意义做法无相共款的，腔口意思差不多。会使讲中华民国，会使讲是甲当做一个禀报伫用的，向新民啦，向无共世界的人在禀报的时阵一款开口，比如讲安尼迄个感觉，也就是讲，互听的人嘛知影讲这毋是对咱讲的，这是对无共世界的人，对老大讲老大妈啦，对好兄弟伫讲的，是对新民伫讲的，较有即款味，即款味啦。即种话语啊，即个感觉，迄个腔调啦。迄个协会理事长就甲阮做伙拜，迄协会理事长结束了就讲，你迄张有无？你会使画一张，你念我遮好安尼，你迄张互我念了我就划掉啊，迄张念好你做伙烧掉嘛。我无紧啦，因为迄张我拍，我电脑印一张互你。伊回了说，伊袂晓念嘛，毋捌。其实一般人你厝做书谱，你袂去念着济。咱一般就讲会请师公，今几月几号啦，就结束啊嘛。请师公。但是你若公家机关或者像即个管委会上就主委一般伊来负责这，伊这时阵来做文书，因为这嘛是个类似谱尔，算讲半公谱的咱虽然讲无采啥物规划啥话无，其他会插啦，但是咱总是爱有人带头，这时阵就小可念一下，这就做文书中原庆赞中原的文书安尼。我就印互伊，印互伊了后，发现讲。有字算嘛，共款袂晓念，毋捌看过，所以学文字嘛是真重要。我你真正讲你台语遮敖来，即张你念看觅。大家讲台语遮敖，真认真讲，看到华语你就都转成台语讲来，即张互你念看觅。因为你有写这华语看出来，甲咱要讲，咱若我记一个上甲咱讲。我忘记了哈，讲咱我即马台语就讲，我老高去啊哩，赶快，即马我就讲台语老高，但是你若写我忘记了，这4个华语的字你互人去讲你用台语念，可能已经大家袂自动改成我老高啊，我老高去啊，加讲我袂记哩，就足厉害啊。但是所以啥若有当时讲咱需要台语的文字，就是我会使写我老高去啊，这是写会出来，伊有固定的字，但是因为大家若无去使用。真济台语原本有诶物件就消失，文字就是是安那文字有伊诶重要性，就是讲甲咱有法度讲诶遮个话，比如讲我定讲学了，我最近写一篇学了，你这个囡仔学了真害，学了真害，我学了那困癖就歹啊，困眠就无好嘛，拢会使。有咧讲，你甲迄个学了吼，安尼坏坏哦，真济变化啦，这就是必须用途真济啦。你若无文字一个甲记录落来，真济物件伊就是会消失。我若譬如讲。用华语讲，我最近你学了什么东西？比如你最近很不乖，等下跟囡仔讲，最近很不乖你学了真不乖。但是大家一定看到你最近很不乖，你最近就不乖哦。大家拢讲，我台语就好，我华语虽会使换成台语。咱若较正式的讲。事实上，你有法度讲到这款物件，无可能，你袂去想讲我学了安那。无啦，因为无接受啊。
但是你若用台文去写的时阵，就会变成讲你就知影讲这字言说我学了安那安那安那吼。你真侪古早物件，你也希望保留落来，无文字伊就是会消失。对啦，这是有影，对。啊，就补充一拄讲到这个物件吼，咱今日内容较长一线，好，等来，等来。好，来，因为咱有讲着啦，咱录音即工是其实鬼门关开啊嘛，吼嘛，正式来进入旧历7月啊。这吉祥月啦，吉祥月啦，吼，大家在讲吉祥月。那当然重点就咱拄仔讲的中原普渡，像之前咱讲大树呀，迄个故事嘛，那毋知影，大家使回头去听吼，回头啊，伫咧第12集。我有做记录，第12集，迄集叫做为魔法阿嬷到岩口鬼王，哈，有印象吼。这集咱已经来到第57集啊咧，12集当57集啊，真紧哈。时间真过了真紧啊咧，吼，差不多旧年的代志嘛，旧年嘛差不多7月的时阵做的嘛，咱共款。今咱即个嘛是共款来讲，即个旧历7月的相关的即个内容吼，但咱即个要讲的，毋是普渡的代志，是讲即个旧历7月初7。你知7月初7什么日子无？7月初7有，咱即马有甲号做情人节，这现代化，这较商业化。古早七娘妈生啦，顾囡仔啦，等于讲红衣保姆啦。是，你真厉害，内行的。这足普遍的女性啦，有一个抗战大部分拢知较济啦。其实那少年的就较无插济啦。对，旧历7月初7吼，那打华语是管讲七夕啦，七夕吼。情人节。若较商业化、商业化是商业化拢会使吼。你就是因为一寡企业啦、政府单位啦、公家机关、地方政府吼，拢会做一款较商业化的、商业化的活动。七夕变情人节，因有能即路的故事，大家拢知影嘛。周边的商品，过来就一定会搭这个鹊桥或者鹊桥，咱宜兰真济鹊桥，大家若有兴趣，使去爬起来，互一寡有伴的人小少来去行行，手牵手，嘛算讲是一个活动啦，地方政府当拢会做即款物件，然后当然即部分因为甲即个牛郎织女的故事较有关系，讲到牛郎织女，有一条歌。1946年出版的歌叫做《望你查归》，歌词内底就即句。来，我数数看哈。牛郎织女两人，每年有相会。怎样你若一去全然无回？放下阮孤单一个。好，七夕的部分呢，咱就伫即个说凤姐的歌声当中来结束吼。咱牛郎织女相会伫遐灯光蜜甜，恩爱爱。打岔，甲咱较无关系吼，但是咱正讲要讲的嘛是讲一讲的代志，就是拄正你咧讲的，即个7月初7正式伫过的节日，叫做七娘妈生啊，也叫做七卡节。嘛是叫做这个记录叫做七姐妹、七仙女，七娘妈吼。七卡节是一般拢要创啥，你知无？无了解咧。今咱即个后壁来甲大家了讲一下吼。先来了解一下七娘妈是啥物人咧？七娘妈就是七仙女的第7位对无吼？对。其实吼，即有真侪款讲法。咱先了解一个其他的讲法吼，有讲即个七娘妈的信仰有一款是讲即个北斗星君、北斗星君因的夫人。北斗星君就是讲即个北斗七星啦，北斗七星吼，这样有名。北斗七星是搭几粒星咧？分别就是即个天柱、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拢听无对吧？累了，天嘛。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每一粒星拢家己的名。我念一个伊的台语，我讲念即个台语特别有水气的感觉安尼吼，布袋戏的感觉安尼。毋是特别有气势安尼吼。天枢、天璇、天机、天权、天权、玉衡、开阳、开阳白菜的开阳，是开阳吼，也是开阳也可以吼。开阳咱就叫来开阳吼，瑶光。
腰公毋是腰鬼哦，腰公吼，总共这7粒星，是讲北斗星君是一位啦，吼，7粒星安尼加起来算一位，但是嘛有每一粒星有各自代表的神明，这样讲特别道教内底，像这个天，咱讲天厨宫天书吼，天厨宫是贪龙星君，天宣宫是奇门星君。天机宫是禄存星君，天宽宫是文曲星君。文曲星这真重要哦。那个要考试要去拜。是，咱南面买讲到这个人不是人啦，这个神。这个神。过来玉兴宫是廉贞星君，开阳宫武曲星君，咱都有文曲嘛，咱都武曲星君。舞曲。是。跟他跳舞的舞曲。武术啦哈。过来妖宫宫就是这破军星君。当然这就看较详细起来啦。总共一句就是讲，北斗星君的这个夫人是七牛马，这是一款讲法。北斗星君北斗七星嘛，哈，北斗七星。伊的夫人就七牛马，嘛是这是一款讲法。不过咱目前较常听到的讲法，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讲到这个吉利，就是拜第7个，第7个仙女安尼。传说中吉利是这个天庭7仙女当中上细汉的，利是咱宜兰讲腔的讲法，女是较我专腔的讲法，你就看你介意哪一款讲法拢可以，我会改来改去安尼。排行第7，所以叫做7牛马。一般咱讲牛啦、马啦，在伫这称呼女神、女神的时阵呢，拢是作为一款尊称啦，这尊敬。毋是讲伊有这个血啊，无，迄一种的尊敬啦。外形敢若水果牛啊，你叫伊牛叫伊马，听起来敢若无介尊重，毋是啦，这是尊称，毋是讲伊老。这其实除了牛跟马以外，有一寡像奶这个字嘛是哦。奶你若用汉字写就是牛奶的奶。但这个时阵念作奶。无念作奶哦，你无念作奶，念作奶。奶。因为像这个咱讲有这个保护囡仔。小奶奶。对，小奶奶。就是奶。这嘛是一款尊称，奶奶不是讲迄两粒零点，是这个意思。奶奶。这其实譬如讲咱刚刚讲到这个安胎顺产的业务的这个顺天圣庙陈靖姑，也叫做临水夫人。临水不是临滚水，迄个临水哦，临水。伊是我水边临水夫人，甲伊两个好姐妹啊，3个嘛合称叫做三奶夫人，三奶夫人。不是包二奶、包三奶，无共款三奶夫人。陈靖姑上大，叫做这个大奶夫人，叫做陈奶夫姓陈嘛，陈靖姑嘛，叫做这个陈奶夫人、大奶夫人拢会使。第2位叫做林高娘，也叫做林奶夫人。有另外一个名叫做林西娘啦，这无林二娘，因为林高娘，无二娘，所以有做林奶夫人。过来第3位叫做李三娘，但是伊好姊妹啊啦，姊妹啊伴嘛，叫做这个李奶夫人。所以3个合称叫做三奶夫人。这奶伫遮拢是尊称地位真高的女性的意思。就是讲这三奶夫人，是三奶夫人。咱之前嘛捌讲过啦，这个牛字伫咧单手牛，这个迄集当中就讲过讲。牛这个字的意义是啥？包含后壁这个拿刀字咧嘛讲过，本名这什么牛？我说用说袂记哩。但是后壁嘛是一个牛字。这个牛其实定定是用伫查某表示讲伊的这个伊是女性伊女性这个名。那其实正式名是中迄个字。比如讲咱怎讲，这林高娘伊嘛做林西娘，可能伊本名就是林西，但是大家叫西娘啊。迄一种的称呼啦。你袂叫人专名嘛？咱袂用林西，比如讲叫林西好了，咱就叫西娘啊。有时候你若比如讲单手牛，单手咱袂安尼个叫，手娘啊，就是较成即个意思。后来咱就是做伙安尼个叫，什么牛，这是过去叫女性的习惯安尼。讲到来吉利本身啊，咱知影讲吉利是真高一步，对无？芳西一步，挑花恰秀啦。挑花恰秀嘛，就搞挑花恰秀什么意思？怎样？刺绣啊，挑花就是伫因为你尖迄个一酸，
咬一个，甲伊线头咬起来呢。做安尼挑一个，都挑花车手，就款较幼路的代志啦，较幼路工课。巧手啦，迄电工吼，一手真溜对，俩，有一双骹手，所以伫咧七牛马生的时阵，也就是七骹节，一讲迄时讲就七骹节，七巧节啊。过去咧就会祈求即个七牛马属互查某囡仔有一双的骹手，手若卡。即个毋则通好嫁人吼，毋则通好嫁人吼。即个行为就叫做乞卡，乞丐的乞就是乞丐啦，吼，乞就即个是祈求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讲，即个祈求有一双的即个骹手乞卡乞巧吼，乞巧节，然后这样来，嘛说乞巧节拢会使。吼，一般到了即个，一直到了即个汉人移民来到台湾了吼，即个风俗嘛对过来遮，对来台湾。你若看即个清帝国清朝，伫咧雍正2年，差不多1724年的时阵吼。孙台御史啦，巡台御史，孙台御史即个黄淑敬，伊就写一本叫做《台海书杂录》，台海史查录，黄淑进，伊写一本册叫做《台海书杂录》，台海史查录，其实就是伊伫看台湾一寡风俗民情啦，做一寡记录安尼，吼，就讲到一个物件，叫做彩亭，凉亭的亭，凉亭，彩亭，其实也就是七牛马亭。七牛马亭咱遮无伫使用，台南诚济，就是这就是纸糊的，佫会准备一寡胭脂，咱那边嘛讲着七牛马亭，佫会准备一寡胭脂水粉啦，即个酒礼啦、三牲啊、7粒鸭卵、7碗饭，来拜即个七牛马，甲伊较有关系，定定拢会用7分安尼。你应该就是讲，因为因有姊妹7个啊，这阿姨嘛爱呀，这是一款，佫来就是因为有7之字，大家嘛拢会甲斗做伙斗较水的啦。较水气啦，这叫做乞卡，乞巧，乞丐的乞，迄就是拜托即个七牛马斗相共嘛，做乞巧。查某囡仔爱乞卡，查某囡仔爱创啥咧？对吧？因为希望讲查某囡仔有一双骹手嘛，跳火车手啊，女工诚好安尼。查甫囡仔要创啥？查甫囡仔创啥？我知。正拄好7月初7嘛是魁星爷圣诞的日子，魁星爷。要安那？魁星爷定定甲即个文昌帝君或者文昌帝君囥做伙讲，文昌帝君吼。大家可能较熟悉文昌帝君啦，文昌帝君是那拜拜啊，读册人拢会去拜吼，学生啊啥。因个业务差伫倒位咧？我会考运较好安尼。文昌帝君管的主管是你的学问，学问把熬考试。若是伫咧较重视考试的环境，长期来讲就较有机会即个仕途顺遂。就讲你若熬考试，你自然较好升官。比如讲你要考公务人员啦，你想要做官啦，你要升职啦，有当时为爱看学历嘛。这就是爱考即个文昌帝君。这就是差别。文昌祝学把经财，南极上宫教育台，就是你讲即个文昌帝君。教主台。玉台，玉台其实就意思讲你即个升官发财啦，升官啦，就即个官位的意思。咱拢讲即个文言语吼，真是会听无呢。所以我会甲大家解说嘛，讲文昌主学保金财的，反正就讲册啊读了饱啦，饱学安尼。咱不都爱有歌啊？对，所以南极祥光照玉台，南极上宫教育台，就是讲你即个以后你就有机会做官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吼。若魁星爷都无讲啊，魁星爷较直接。咱都讲是保庇，讲你爱高读册，学文把，以后你要做官要啥要继续升职啊啥，较有机会。但是亏钱啊，就是我即边要考试啊，敢若拣一人尔，我毋管参加啥物比赛，我敢若拣一个爱吊顶。这是伊会去选的。我即个考试会使吊顶无？我就直接我是即边，我着即关就爱过啊，就是要吊顶。即届咧，我着爱头1名是到前3名，像即款的才有法度过这时阵这就是亏钱爷的业务啊。所以讲亏钱点到独占鳌条。安尼是毋是爱拜伊呢？嘛上好会使你头往拜，因为亏星爷有拜亏星爷的所在较少一寡啦。安尼亏星点到亏星点到，对啊，我即个一定要变过，我都爱吹啊。或者是嘛有讲亏星点状元，就是人法度做状元无，法度吊顶无，你就要靠亏星爷甲你点。安尼就是两个小可无共款业务小可无共。因为即天7月初7即天嘛，拄好7卡节即天嘛，就是即个亏星爷的圣诞
生日，伊的生日，也因为安尼咧，七卡节咧迄当工，即个查某囡仔伫遐祈求好手艺，才袂拄着歹大家。查甫囡仔伫遐先体验做官，甲人学交陪，所以迄时阵就是会举办即个开青会、开新会。开青会是要创啥咧？应酬兼啉酒，吟诗作对交朋友。你就知影讲过去查甫偌无平等，咱伫遐拜托，互我有一个好手艺，以后甲袂互欺负。即边查某囡仔才交陪做朋友，甲大家交朋友啊，啉酒作对，吟诗作对安尼。后来知影讲查甫差伫倒咧。咱个讲倒来七娘妈食啦，因为咱当讲因为迄天当工拄好嘛是开青夜生啦。七娘妈生嘛是共款，大生咧，咱为即个庇佑查某囡仔好手艺即个心命，后来咱会变成保护囡仔平安顺遂、好幼稚、健康大汉、好幼稚的即个观念、即个概念咧，咱这就要为后半段的主题。做16岁来讲起安尼即个要讲做16岁的代志。16岁是伫台南迄边较有，台南是上出名。咱遮比较敢若捌听过。咱遮有类似的行为，但是类似啦，大，咱就咪嘛会使讲着即个物件。了解。不过伫讲即个做16岁进前咧，咱先来歇困一下。后来咱转来继续讲后半段，就是做16岁。咱来知影讲过去医学较无遐发达，所以囡仔要平安大汉是无遐简单。真侪囡仔咱讲夭寿夭折去啊嘛，真细汉都无去啊，所以咧就会发展出即个互神明做客囝即个代志，祈求神明斗保庇。即款的做法，这时阵呢，你就会去较即个信仰的庙，比如讲去找即个神明跋杯神明若有允力你就会使去求一个可能香火茶啊啦、银牌啦，也就是官光石头啦、玉仔啦，拢有，即各种的物件拢有啦。这是无一定。咱普通来讲啦，光拢是一个敢铜钱，中有一个4角块啊。因为安尼较好拔。是啊，一般性咱若看到光拢是迄种的但是这是各种拢无一定像香火茶嘛有，有的是用香火茶有香火茶缀着就是缀即个光，有的内底是缀即个铜，像你讲的铜钱对。像我之前嘛捌伫咧咱 Facebook 顶悬有写过东山宜兰东山乡八宝川迄边石圣爷公，因咧官光用的就是石头，是安尼吗？因为伊是石头公，我知影。因早期的石头，即个官光因的即个石头是为庙啊附近去捡的，捡到尾无石头啊，是吗？因为石头粗用，咱毋讲敢若嘛有保庇囡仔甲石头共款粗用迄个感觉，所以伊伫遐嘛是真有名，尤其即个石圣爷公庙就是东山北部即个石圣爷公庙，但起了真大间，真水咧。全台湾真罕有的即个石圣爷公庙，就是石头公的庙，所以愈做嘛愈大即个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习俗、风俗、民俗。所以伊其实当拢有即个官光仪式，但较早是家己去求嘛，当拢变成讲庙方可能固定偌久会做一届活动，你说报名。当然当已经无遐济石头通捡啦，因以后搁要当到另外准备其他物件互你做官光，但是过去拢是捡迄边的石头。安尼吼，就是无一定讲爱用啥物物件，但是甲庙本身有关系。当然一般顶悬像你讲的。佫会架一条红绳啊，你说过去暗棍啊啦，随身带来保平安，叫做官光嘛。官光就是互神明做客囝。有诶是转去因为啦囡仔若较大一岁要出外无方便得囥伫神明桌。或者退光，就是即个保护体型。另外就是大汉了嘛是，我是架囥，还是敢若架囥。但是你若是满16岁啊，都会大汉啊，退光对，都会退光感谢神明。我会记得即个。像咱拄讲东山即间即个石圣爷庙嘛，有即款的行为，即款的石头公，我咧讲石
石姓爷就是石头公，嘿，无毋对吼。啊，像即款吼，即个官官互新名做客囝吼，定定是因为找啥物新名啦，定定是甲恁兜较信仰搭一间庙较有关系。环境啊关系啦。这都较无新名，都无伫分讲查甫查某来讲石头公，毋知分查甫查某。虽然你叫伊公，有人嘛是尊称尔嘛，毋知到底查甫无吼。毋过咱嘛定定有迄款讲查某人就较敖顾囡仔的印象吼，一个刻板印象啦，刻板印象。敢若较细腻啦。较小心啦，做代志较细致、较幼路、较顶真迄个感觉吼。查甫人定吼感觉安尼粗骹粗手、粗骹笨手安尼。所以讲有慈悲形象的这个女神，就会特别受到欢迎。像妈祖啦、观音啦、啉水夫人，咱都讲到这个顺天圣庙陈靖姑嘿，还有就咱即个重点的七牛马拢算是就是这个女神特别搞顾囡仔的感觉安尼。除了正式的官讲吼，就算讲无官讲啦，囡仔伫咧大汉的过程中，即款祈求神明保佑的即种庇佑的概念嘛，定定的即个塔来塔去，无都分个遮清楚啊。无共的记录内底讲法嘛无共，我讲过一寡无共款的记录。有真济的版本，因为即个传说就是安尼啦。嘿，讲你著爱安那，另外一本讲无你著爱安那，大家讲的拢无共款的呢。但是大概啊方向是无差伤济啦吼。不过简单来讲啦，囡仔出世了，因为翁婴仔总是会倒伫眠床顶困嘛，你也无得爬，无得飞，无得走吼。这时阵咱主要就是由床母来照顾，床母捌听过吼。就等于讲即摆咱的保姆共款啦，新民界的保姆啦，新民界的保姆。伊若开始囡仔吼会爬会走过会飞啊吼，这时阵就换七牛马来保庇啊，会飞是无可能，但是会爬会走开始。我甲你包甲搞过，也飞去天顶。嘿，世界拍拍走开始，在你拍拍走啊，出来黑白乱变囡仔，甲一个司机上海就出来黑白变哦。对，有些变落面前嘿，是真危险的。嘿，以前有迄个，敢若咱要倒啊，上较悬吼。毋是囡仔车啦，肯囡仔车就袂拍拍咧啦。是。若伫眠床想要倒迄吼，哇，害咯。世界拍拍走诶，无注意就危险诶。足爱注意咧。对，所以这段时间一直到16岁为止，就是由这个七牛马来保庇。来甲伊照顾。伫眠床顶诶时阵有床母，较大汉到拍拍走，就换七牛马来保庇安尼吼，所以。但是这个床母甲七牛马，伊个定定甲合做伙讲，因为都是保护囡仔嘛。一般你若是有伫拜的囡仔，若是翁婴仔时阵，就是当年的7月，旧历7月初7的拜床母。这时阵咱就会准备这个油饭啦、麻油鸡啦、挂金甲保家衣来拜。保家衣嘛，叫做床母衣、鸟母衣，这算讲是一款。特殊的金纸，这其实是款金纸。大家若毋知影，去网络顶管查者嘛有，比如讲宜兰市的南关市场边啊，因为伊顶管有祝生娘娘庙，祝生娘娘嘛，保庇你囡仔有心啊，吼，所以嘛认为讲甲顾囡仔有关系，所以若甲这七牛马生的时阵吼，下骹嘛是四界拢伫咧卖即个床母衣，你底下都看会到，但是宜兰床母衣是七彩的。有诶，一般外口伫卖其他县市主要即个床母衣啊，保家衣是桥仔色，外口包一层桥仔色，内底是一般金纸，所以小可无共款，因为伊家己地方的特色，但简单讲概念拢共款，就是卖床母衣，意思拢共款啦。是，这就是互大家了解一下吼，这个床母啦、鸟母啦、保家啦，其实拢一般拢共款意思啦，吼，名无共款尔。就是拢顾囡仔啦，就是这拢是认为讲甲囡仔有关系，女性的这下骹手吼，就是咱手下啦，比如讲伊可能是祝生娘娘的手下，可能是七牛马的手下，可能是啉水夫人的手下，就即款的安尼。简单讲，大家厝内拢有一个斗三工的就对啊，吼，咱帮佣啦，吼，斗三工。对啦，遐斗三工，甲伊顾囡仔，顾好健康好有趣啦。嘿，但是即个过去吼。拜床母是无一定讲固爱伫7月初7，7月初7是一款，但是你若无伫7月初7咧，有诶是固定讲我初15拢会拜，有，嘛有初26拜诶，有，咁啊，就随在你看家己情形啦。无错，但是因为现代社会大家拢较无用功啦，讲规矩啦，固定就七牛马迄工就好啊，七牛马生迄工咧，咱就卖给你嘛，你要买遐物件嘛较简单嘛，平常时要较歹买着嘛，规矩拢安尼处理。囡仔若较大汉，而且你有认真。
即个七娘妈做客母的吼，啊，就是会加拜即个七娘衣，吼嘛是一款金纸顶悬有加一张迄印迄个七娘妈的图，甲人较无专用的就对啦，另外一款专用啊，但概念拢差不多，意思拢差不多，意思是按同款啦。是，过去一般吼，这是用伫厝内拜就会使啊。咱有当讲即个拜成母的时阵，就讲你下晡拜，但是袂使拜伤久。对，啥袂使拜伤久，知无？因为吼，迄是老伙仔讲的传说啦。紧诶藏落，就安尼，无吼食伤久，囡仔袂记你顾啦。伊说伊顾食尔，确实有即个讲法对无？敢若顾食尔，你囡仔就摆咧面前骹，伊个毋知。都毋知顾食呢，顾了西装打扮。所以吼，意思。更拜一个一些就是收，嘿，只厝伊啦，帮迄是传说啦，确实嘛安尼啦，确实有即款讲法，啊，确实嘛有安尼做过啊。嘿，所以讲拜成母袂使拜伤久。甲囥好金烧好就收啊。就无红好我食着的，我成母我要生气啊。我讲无你安尼，你食遐久啊，咱囡仔要来。哇！这就主要啥？你什么？囡仔咧，白甲面层变变来个呀，那个顾食哦，即款的讲法啦。但是确实会影响到讲咱拜成母，拢会讲啊，莫拜伤久，确实有即个差别啦。就是安尼。啊，过去一般咱都讲东西你厝内拜，啊有拜你就爱拜到16岁，你若无拜就无拜就准拄煞。那有拜你就一直拜到16岁，16岁了后就有做16岁即个仪式，咱总算讲着做16岁啊。啊，英国咧做16岁。嘛是伫咧厝内拜拜就好啊，厝内就会做啊。后来煞演变讲伫咧庙诶做，愈做煞愈请赢。咱即边较无即个风俗，较毋捌。比如讲咱讲石头公，因庙诶都有提供诶即个活动，成年礼诶活动。但是大部分主要毋是伫其他县市，就是台南诶上济。相传即款伫庙诶做16岁即个仪式，伫咧台湾其实就是为台南诶五条港迄边出来。安尼吼。五条港伫倒位咧，就是差不多当诶即个台南市中西区长乐街迄卡搭。长乐街，长乐街，五条港是一个即个通称啦，主要就是遐五条港道为主，但每一个港道佫有较幼路诶港道，但是都五条较大诶港道安尼。以遐来名称来个称呼啦。嘿，过去五条港是真老这个所在，真人真济安尼，码头工人嘛真济啦，大家都会去遐引头路。当然引头路无迄个等甲你外大汉来甲去引真济真囡仔人嘛会走去引头路。先去排队。是，反正童工嘛，囡仔工嘛是照常收啊，你做偌济算偌济嘛。但是你若无满16岁，你就搁算囡仔工啦。安尼哦。囡仔工差伫搭。薪水敢若人诶一半啦。当然咯，迄计小就差咯。捐几斤人捐几斤，对，这都无共款啦。所以当然无法度真正用斤去算啦，主要就是讲你只要是囡仔工，我得算你囡仔钱啦，囡仔诶计小安尼，薪水较少啦。所以讲16岁是一个分界。就讲这到底是你是算大人啊，算囡仔，就是以即个岁数16岁做分界安尼。16岁进前你是囡仔，16岁了后你就大人啊。一暝之间你就长大成人啊安尼。会使趁较侪钱啊。所以就现实的意义来讲，互大家知影讲你大汉啊，即件代志最重要诶。我大汉啊，是安那要互大家知影？因为我会使领较侪钱啊，这最重要诶。这有这个差别。拄好这就会使甲这个做16岁风俗甲做伙啊嘛。因为咱做16岁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成年礼，当拄甲做伙就互大家知影讲，我有参加，我是成年的，我大人啊。你要算我较大人的计数，你袂使讲算对了，我即摆已经大人啊，无毋对。计数爱甲大人计，共款啊，慢慢啊，大家就走去庙诶做16岁成年礼，等于公开嘛，等于证明啦。古早人讲算岁数啥，讲实在嘛无遐好算嘛，规气安尼上正式啦。有迄种有迄落大家咧看会到，等于讲大家证明，见证安尼。所以讲咱看一个民俗活动。敢若单纯是即个信仰的物件，其实内底嘛定定掺有现实的原因。咱定讲这就是一个活动民俗。其实这民俗内底有真侪物件是原因是足现实的。大家拢看会到，所以讲你就免甲我讲。背后有一个现实的代志伫遮啦。这做16岁拄开始是无安定讲一定找七娘妈做，拄开始嘛无。主要就是看讲当初时你观光伫倒位嘛。咱有当讲会去庙会找这神明做即个客爸客母，认客爸
爸客母嘛，你就伫倒位做，因为搭一间庙你就倒位做。比如讲，咱之前有访问过即个基环金台湾，就即个总经理种种的内底，就咱这故事内底就讲到即个西路灯，伫咧台南的西路灯，就是伫5条港其中之一叫做南河港。其中之一就是南河港，就是伫迄个所在。西路灯是拜广德尊王，也就是贵姓王公，贵姓王。那当地的贵家嘛是大家族啊，因就是拢因为姓贵嘛，啊，佮拜贵姓王嘛，可能因后代他们知影，就是只要做16岁，就是固定伫咧西路灯做。因家族啊，就是一定伫西路灯做，所以无讲一定要去亲娘妈庙，这是无一定。迄因家己大家族家己会当处理啦。对，比如讲你是即个囡仔，你要做16岁，即个囡仔是倒一个神明的客囝，你就拣迄个神明的生日迄天。即个时阵就无一定爱伫亲娘妈生嘛，因为你看神明搭一天生日嘛。伊客爸看倒一天，伊所以讲伊就爱去。客爸客母安尼吼，若是或者是讲就是拣即个囡仔生日迄天嘛会使。囡仔，我满足岁啊嘛，满16岁啊，毋管是足岁。所以讲条件真侪种啦，适合你就会使。你感觉配合会使就会使，嘛拢无一定爱7月初7啦。亲娘妈生迄天是7月初7无毋对，但是无一定爱即天。是安那后来若讲着做16岁，咱就想着亲娘妈甲七夕即天咧。第一，我认为啦，我分析了比较落来，第一就是讲。亲娘妈甲即个乞巧有关系，咱都有讲着乞巧，祈求好手艺嘛，就保庇查某囡仔有一双骹手，以后才有法度嫁好翁。咱要嫁好翁，你就是大汉了才会嫁翁嘛。当然所以你讲做新妇啊，迄另外讲嘛。就算做新妇啊，你日后嘛是会有结婚的仪式啊，款。所以这慢慢就甲成年甲做伙啊，大汉才有法度结婚啊，就是这个感觉。第二就是亲娘妈也是保护囡仔平安大汉的神明嘛。所以伊爱照顾囡仔甲长大成人，当然因为信仰权的关系，虽然会家己认家己信仰的即个神明，甲庙是足正常的。但是你来想看觅讲，无共神明业务，咱嘛定定讲，无啥共款嘛。比如讲，咱讲关圣帝君、关公、关圣帝君、青龙偃月刀，也是即个青龙偃月刀嘛。关圣帝君若较文的，迄是武的动作嘛。较文的动作也读春秋，春秋是一本册。另外，你想看觅一手芳册，另外一手本来是爱热手，咱讲是美髯公、美髯公是喙手安尼热，对无？爱热手嘛，就是华语叫做啥？我嘛毋知，就是伊个是摸家己喙手嘛，我爱打无摸喙手，迄支手解破红个啊，安尼敢袂使？看起来是毋是怪怪？好奇怪！一支手摕咧伫看春秋，一支手伫摸红个。囡仔若滚量说 lucky。所以就是你看，伊若即个喙手去插着伊个囡仔要创吼，所以就讲，咱若要讲着即个专门来照顾囡仔吼，这总是感觉讲，亲娘妈敢若是较好的人选，毋是人选心选啦吼，较好的神明安尼，较适合神明。较适合啦吼。当时有即个问题啦。第三就是我伫想讲，应该嘛有真侪人平常时是无特别去倒一间庙去认客爸客母。有啦，有些是你的环境区的问题，区域啦。但是囡仔总是有当时讲较歹休息啥时，咱就想讲无至少咱拜一个床母斗保庇。但是你有拜床母，但是你无去认什么神明做客爸客母。敢若佫减一项。床母咱定定就认为讲是亲娘妈的手下嘛，所以讲若大汉啊。毋免阁互即个床母来甲斗顾啊，毋免甲囡仔来斗保庇啊，咱总是爱甲神明讲嘛。或者时阵就甲床母的顶司，也就是亲娘妈来禀告一个。当然啦，因为咱讲到客爸客母吼，像咱今日开头嘛讲，即个有当若有一寡广告主啦，吼赞助啦，做节目啦，干爹干妈。大家时行的讲法，咱就是讲干爹干妈吼，即个客爸客母。所以咱嘛，即个还未大汉，无做到16年啊嘛，咱还个囡仔人，所以节目嘛个囡仔，欢迎即个所有的即个有兴趣的朋友来做咱的客爸客母。大概这个意思。咱来继续讲落来，就是这几个原因都来，我认为讲伫咧亲娘妈生的七夕这一天来做16岁，会使讲是即个自然都发生的啦，自然斗做伙啊。咱头前嘛有讲，即马伫做亲娘妈，主要就是即个台南市5条港迄边。若要讲到府城，唯一一间主神是亲娘妈庙的，就是开龙宫。开龙宫过去就是开龙宫，开龙宫过去就是一直真认真伫咧保存这个仪式，保留落来啊。配合地方政府，搁要嘛做这个观光甲文化的推广。
因当时逐年七娘妈生迄天拢会先来举办即个团拜。大家先拜拜，团拜，嘿，团拜，一般是前后1-2天啊，都会举办这个做16岁的科仪，有正式对外的仪式，所以你先报名来参加。爱报名哦，迄种是爱报名，爱交钱无？爱交钱啊，好是哦，伊会替你甲物件拢款好，迄种是爱互人钱替你款。爱啦，毋过今年较无彩啦，是讲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无特别拣一天来做啦，无像之前做安尼，就是讲打到。等于讲，大家甲大家讲，你规年烫天随时，恁家己找时间来，咱莫共一个时间，所有人拢去做位安尼，惊危险。疫情的关系啦，嘿，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今年就无做这个较大的活动啊。正常来讲吼，现场伊是还有准备这个，咱讲七娘妈亭，就是用纸糊的，一个敢若这个敢若厝的感觉。我有看嘿。还有这个花粉啊，花粉就讲这个胭脂水粉啊，还有这个胶布衣，咱都有讲到，是保加衣、全部衣拢会使。绣金啦、绣面啦，基本的物件拢甲你穿便便啊。你现场买就会使。你拜好甲摕转去安尼啊？哎呀，有的食就摕对嘛，其他小小的金你就莫摕对。迄金是啥人看，互人搁共摕转，后个代志。嘿，伫遮甲大概啊讲一个即个开龙宫伫活动当中做16岁的即个过程吼，当然这是活动的啦，活动啦，就是会较请也较复杂一丝，大家有一个感受嘛。比如讲第一咱就会写感谢状，爱甲念出来，读出来，就是讲感谢身边的保庇有诶无诶，大家做伙来讲安尼吼，过来就爱拜七娘妈。七娘妈较特别是咧，较有迄个仪式啦，还有即个仪式感，所以说成年礼嘛，或者礼感觉。所以爱同时间咯。爱开一寡时间，对。一般人讲咱拜三星嘛，但是即个拜七娘妈吼，因这较隆重一煞，因会拜五星五神。一般咱讲五星是啥？就是对除了咱常讲的三星基本了，甲鱼以外，还有甲北来，北来就是猪的北来啦。安尼吼，总共当然有的讲法是讲用全猪，全猪你不可能。除了咱讲中原普渡，你用猪公以外，一般咱真少食规只猪，规只猪头才变哪摆？迄除非讲你厝诶摕猪公才有啦。有一款做法就是因会用猪头掺猪尾，安尼就头至尾都拢有，中拢无就甲你讲。代理啦呢？头嘛互你，尾嘛互你，总共规只猪互你啊，伊嘛会使吼。有人是用全猪，但是因为拜七娘妈一般啦，可能嘛甲台南的天气啦，等有真侪关系，因一般拢是用素的，但是胖做的啦、豆仔做迄款的吼，素五生、素五星。五星猪鸡鸭鱼北来，素鸡啦、素鸭啥？是过来就是红菇啦、寿桃啦、寿面的庆祝，即个七娘妈生嘛，寿面啦、寿金就要烧的胭脂水粉、七娘妈亭，这个都拢讲过。拜好了，第三就是来软七娘妈亭，那就像咱讲妈祖咱的软脚骹，这是软钉啊骹，讲啥意思？安尼敢若我那爱白哦，爱白啊，白过就是为这个纸糊的这七娘妈亭的骹爱软过，一般是爱软3遍。这个活动软过洗者，男做女优，就是讲你软过了咧，查甫位倒边再来，搁洗一遍，搁软一届，软3遍。人若足济钱，爱开时间啊，对啊。迄时人拢足济，迄开龙宫迄若只要甲做这个活动是人拢足济。查甫囡仔是软过了，用正便洗，对，嘛有人看了另外一个礼星或者礼星嘛，要参加成年礼。定定老爸老母嘛拢会来啊，小姊就来噻。有那阿公阿嬷讲我嘛咧去看阮孙。对。像即摆幼稚园囡仔啦，一个要毕业安尼，毕业典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祖，囡仔免几个大人都到济安尼，规官咧甲报道安尼，所以就是有即个现象啦。对，人会足济足老者咧，就是安尼，因着爱软过，然后上尾第三遍出来了，即个家长毋管老爸老母还是阿公阿嬷，总是爱一个人派来甲你牵起来，讲这就是感谢即个时段嘛，斗3工吼，甲你请用有即个新命来甲你斗3工斗请用安尼。即嘛就爱靠你家己啊咯。对，那即个动作软过七娘妈亭，即个动作吼，就叫做出保家经。即个经咯，你会使写即个房经的经，嘛会使写咱讲妈祖经的经，就是宫殿的宫嘛，念做经，经或者经拢会使。那一般咱就念出保家经，或者出交保经，拢会使，拢经嘛会使，拢可以。表示讲你即嘛成年啦。保家啦、称某啦，这是命的守护啊，大汉啊，一切家己负责啦。对。你若当然伫厝会做吼，做好你就是即个弄好啦，你即个七娘妈亭你家己就爱化掉啊嘛。你若是你庙会处理啦，家己做伙化掉安尼。当然因为七色嘛，庙会嘛是
搭配一寡即个七色的一寡活动，互你感受者，所以佫会做即个鹊桥。咱才礼生就使行过，行过了后，你就使用一张即个卡片去挂。当然，可能即个时阵大家都16岁嘛，所以可能是讲考试顺遂啦，考到什么你介意的大学啦，交女朋友啦，交男朋友啦，大概都是这物件。家己的心愿安尼就对啦。你会使下愿的卡片安尼。过来庙方咧，就甲即个斗三共甲咱讲，即青牛马灯啦，佮金啦，有诶无做伙处理化掉啦，你就免家己遐烧啊，做伙处理。大家定定讲咱环保有当时是几车先再造去做伙处理安尼。过来庙方就会一个即个证书证书，证书拢会知，证书成年礼证书证明你大汉啊，证明啊，表示你以后要交男朋友、女朋友，即张摕出来讲，我大汉啊，身份认证诶，认证有认证啊哈。会使讲即个开亮宫对囡仔的保庇，算讲是较全面的服务，做甲真全面啦，做甲不离齐全啦。而且因为这开亮宫咱讲有七牛马嘛，但是咱华语讲一条龙，对，即个一条龙的服务，就是讲你若要求助，好，各位拢甲你做甲足。要有囡仔自生牛牛遐嘛有差，囡仔有了后咧，你希望讲会使即个安体顺产，安胎啦，你不多爱细姨嘛，要小心啊，不多有一个囡仔，这时阵就爱啉水夫人单整个斗三工斗保庇嘛有，一条龙有影安尼讲囡仔生出来了，你囡仔爱顾个16岁，七牛马嘛甲你斗三工，我全部拢甲你管好好啊，对，算讲最厉害，但讲一条龙就是安尼。咧有诶庙诶服务做甲足好诶，真好咧吼。像咱即个宜兰市南管市场嘛有类似即款诶，但是伊差七牛马啦，伊遐就是讲有即个元老，你爱先有对象嘛，对啦，先去拜元老你若讲嫌讲无钱，通找某，我告托你讲，祈求即款财运，拜元老讲，互你交到一个对象有对象了，希望讲你也希望我生一个囡仔自生牛，南面庙迄是自生牛牛庙，拢甲你准备好好安尼，安尼就对啊啦。非常周到啦，打庙可能慢慢拢用即个方向去安尼。因为时代变化无安尼行可能嘛，服务安尼较完全啦，较免四界拍走安尼。好，咱即集个故事就是咱讲即个七牛马生甲做16岁。内底嘛有讲到即个开青爷的生日，互大家了解，可能开青爷大家较无遐清楚，无遐注意到，较少看到开青爷的祖庙啦。对。但是其实嘛，真侪庙边仔的即个碑树，即个开青爷，大家若有机会去看一下，若有注意到，去遐拜一下，讲，尤其最近若要考试，你着想要吊顶的，还是要参加比赛，你比赛就毋是讲考过就好啊，你头几名才有效嘛，头一名安尼。所以你就去拜开青爷嘛会使，祈求一个啦，对无毋对所以咱今日故事就讲到这毋知影大家对即边的故事有啥物款的想法咧？这是即边内容，听咱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较紧我大家拢袂记你，叫你好好背一下。你就写来背啊，我会晓啦。我连讲一定会叫你背一下。拢欢迎大家到即个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留言互我啦。我若讲一定人听下。我相信大家答应可能会晓背啊，大家拢讲共款但是你收听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拢嘛欢迎你会使留下个。差不多结束时间吧。互阮一寡鼓励，Facebook、Instagram 嘛使找出来亚特聊聊天，就来开讲嘛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安尼咱今日就到这为止咯，祝大家囡仔拢平安顺遂，高大汉健康啊！是好，就安尼咯，拜拜。